香港商家如果想通過小紅書推廣嚟變現，一般要點樣做呢？你咁樣連獲得用戶嘅關注都好難㗎，點會有流量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權。香港商家如果想通過小紅書推廣嚟變現，一般要點樣做呢？記住啦，做小紅書千祈唔好急於求成，呢入邊係有非常之多嘅技巧㗎。但係最重要嘅一點呢，就係要同客戶好好地交朋友，一味咁推銷，答非所問，唔單止攞唔到單啊，你咁樣連獲得用戶嘅關注都好難㗎，點會有流量呢？但其實呢入邊係有技巧㗎，簡單咁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啦。我哋之前幫客戶喺聖誕節做咗大量嘅筆記推廣，喺後台我哋睇到推廣數據都好唔錯，但一直就係冇客戶落單。後尾我哋先發現，佢哋原來一直都冇按照我哋建議嘅方式去回覆用戶嘅私信。我哋同客戶一直都強調要重視後台嘅私信回覆嘅技巧，同用戶建立好嘅關係先可以吸引到大家到店消費。唔好睇少呢啲回覆技巧啊！掌握好呢啲技巧咧，可以輕輕鬆鬆咁達到客戶購買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嘅效果，實現真正嘅流量變現。不過掌握呢啲技巧係有一定嘅門檻嘅，運用得唔好啊，可能仲會得罪用戶，搞到有差評。所以我哋都係建議揾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幫助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，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